家用冷氣清洗冷氣通，即日資深技師專業上門，定期進行家用冷氣清洗，不僅能提升冷氣機效能，更可改善室內空氣質素。冷氣通提供即日專業清洗冷氣機服務，由資深技師親自上門服務，徹底解決冷氣污垢問題。我們亦提供冷氣保養、檢查和安裝服務，全方位守護你的冷氣健康。為何需要定期清洗冷氣機，提高冷氣效能？定期清洗可保持冷氣高效運行，減低耗電量，改善空氣質素。清潔冷氣可去除魯莽污垢和細菌，保障家人健康，延長機件壽命，有效降低冷氣機故障風險，延長使用壽命，預防漏水問題，避免冷氣排水管堵塞，防止冷氣漏水。實用技巧：自行進行家用冷氣清洗步驟，關閉冷氣電源，打開外殼取出魯莽，用溫水及中性洗劑輕柔清洗魯莽，避免破損。清潔室內機錶面及出風口，用濕布擦拭乾淨，將魯莽晾乾後重新裝回冷氣機內。家用冷氣清洗常見問題 FAQ Q1 家用冷氣清洗多久進行一次較好 ？A 建議每3至6個月進行一次，確保冷氣機效能最佳。Q2 清洗冷氣機過程需多久 ？A 一般情況下，一台冷氣機約需30到60分鐘完成清洗。Q3 冷氣通的清洗服務還包含什麼 ？A 我們提供魯莽清潔、內機外機深層清潔及安全檢查。